大家有看到这两组的樱桃仔无？啊，这两组的中央啊，拢有一个紫色的樱桃仔，大家来比较看卖，倒一种中央紫色的樱桃仔较大？咱的亚树 C 啊，紫色，什么 C？感觉 A 较大的请亚树。感觉 B 较大的请亚树。我搁要问一个，我搁问一个问题，啊，你感觉 A 说用紫色的樱桃仔较光的请亚树？较光哦，有是较大，有是较光哦。啊，感觉 B 迄个用紫色的樱桃仔较光的请亚树。好，其实因白大嘛，白光。咁么，我今仔日咧讲嘅主题测感，咱嘅大脑吼，拢互人骗去啊。是安怎咱才有这种测感的方式呢？其实是因为咱的大脑，大家拢要处理咱看到、听到、闻到、食到、摸到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感觉呢，都是大脑所判断出来的。啊，伫咱的生活当中呢，咱较常做做的就是视测感。视测感大脑伫咧处理的时阵，有这两项特色。头拄仔为什么咱会产生测感呢？因为咱的大脑若是直接去摕两个紫色的樱桃仔做比较，会互中间的蓝色抑佫有乌色的樱桃仔干扰。啊，若是咱直接把紫色的樱桃仔去甲蓝色抑佫有乌色的樱桃仔比较，譬如讲安尼就无干扰。所以咱的大脑就会把紫色的樱桃仔去甲边仔的樱桃仔比，这就是一种找进路。大家伫这张图内底，咱有看到三个物件，乌色的物件。请大家看这三个乌色的物件的中间，敢有看到其他的物件？有哦，有看到一个白色的三角形吼。其实遮根本就无为啥物白色的三角形，只是咱的头脑呢受到边仔西气态的樱桃仔影响。伊就会把中间迄个白色的三角形甲伊补起来，这就是咱大脑加固啦，伊就会补空啦，再互咱产生中间有一个白色三角形的错感。是测感呢，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画一个测试图。啊，测试图有三个要素：形状、色水，抑佫有光甲影。即摆请大家看这张图，有看到中央有一支铁枝路无？啊，有看到顶悬甲下骹有两条黄色的线无？请大家来比较哦。顶悬甲下骹两条黄色的线，倒一条较长，啊，也是平长。感觉平长的请举手。感觉顶悬较长的请举手。感觉下骹较长的请举手。其实呢，正确的答案是安尼，平长。啊，为什么有人会产生顶悬较长的错觉呢？这就是因为科学家因利用形状来创制咱的大脑，互咱产生顶悬较长的错觉。啊，算落来，请大家看这张图，有看到一拖拉机的圆箍仔无？啊，有看到每一个圆箍仔的中央有一个乌色的点无？请大家看其中一个乌色的点，介意倒一个就看倒一个，拢无要紧。看好啊吼！即摆请恁的目尾去看边仔圆箍仔，敢有感觉边仔圆箍仔感觉怪怪的？
有无？有吼，就是伫咧转嘛。想要吐，爱先甲目睭开开哦。即个毋是咧讲生笑，若是真正有人无爽快，看了无爽快，真正会目睭开开哦。这咧就是大脑，这就是科学家咧利用色水安排来创治咱的大脑，互咱产生即张图敢若咧叮当的错觉。刷落来即张图咧，大家敢有看到一个写着 A， 甲一个写着 B 的格啊？有吼？请问大家，写着 A 甲写着 B 的格啊，倒一个较亲像乌色 ？A 吼？其实因的色水拢共款呢。为什么会安尼咧？迄是因为吼背景啊，你看遮白色、乌色、白色、乌色安尼排，边仔阁有一个圆条啊，甲伊所产生的影。所以咧，就咧，互咱的大脑判断讲 ，A 应该是乌色，B 应该是白色，只是 B 的顶悬吼有迄个圆条啊的影，看起来无遐白安尼。这就是大脑，这就是科学家利用光甲影来创治咱的大脑。要产生视错觉吼，除了测视图以外，阁有一个方法。大家有看到中央的水墙无？有看到边仔的树仔无？等下爱请大家看中央的水墙，我会计先30秒，请大家爱注意看同一个位，唔通刷去边仔哦。好，咱开始。好，时间到啊！即摆请大家去看边仔迄丛树啊，敢有感觉迄丛树啊怪怪？若是无感觉怪怪吼，这就代表你真厉害。若是有感觉怪怪呢，这嘛是正常。因为有一个物件发生啊，伊叫做 motion after effect。华文呢叫做运动后像。伫咱的头脑内底咧，有一条神经，伊负责咧感受物件咧向倒位运动。有一条神经咧，其中有一条神经，伊咧感觉物件咧向下骹运动。但是咧，阮拄则一直看迄个水墙啊，水一直往顶悬流落来，迄条负责感受物件咧向下骹运动的神经，因着忝啊。安尼因着无法度做代志啊！即个感受向下骹，甲感受向顶悬的平衡，就互拍破。所以咱就会感觉物件拢咧向顶悬运动。若是你拄则拢无感觉咧，迄代表你真厉害，你的神经拢袂忝。除了视错觉咧，我阁有一种要甲恁分享的，是感官互相的影响。譬如讲，目睭影响到耳孔，鼻仔影响到喙，安尼。大家有看到这个阿朵啊无？等下，请大家爱注意，伊咧讲啥物哦。伊拄则咧讲啥物咧？应该是这个吼，有对无？过来，过看一摆即个阿朵啊，等下嘛共款要请恁咧注意，伊咧讲啥物？恁礼拜听到的应该是这吼，对无？若是等下请有听到即个的人，请目睭开开。
等下我会搁放一摆，你要听看卖我放的是这个，还是顶一个，好不？目睭先莫铁开哦。恁拄则听到我是放同一个，请举手。哦，就是这个 far。啊，若是感觉我放的是顶一个，请举手。看起来较侪人感觉是我放的是顶一个，为什么会？哦，目睭会当铁开啊。其实我放的是同一个，我拄则就停伫咧遮无叮当。啊，为什么咱听到的？甲咱说，为什么咱听到的明明是 far， 但是咱感觉拢无共呢？其实是因为吼，这个阿多啊，伊的喙，恁拄则咧听的时阵嘛有咧看嘛，伊的喙就会影响到你听到什么。伊的喙讲 far， 你就会听到 far； 伊的喙讲 bar， 你就会听到 bar。啊，其实吼，这两摆伊讲的拢共款。啊，刷落来，大家有看到这无？等下会有一个哔哔哔的声，甲一个物件闪过，请大家注意，迄个物件闪过几摆，啊，迄个哔哔哔的声有出现了几声，啊，唔通看顶悬一个哦，条啊应该会伫，迄个物件应该会伫遮。搁一摆。好，恁听到的是比两声闪三摆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恁是听到比两声看到闪两摆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恁是听到比三声看到闪三摆的，请举手。啊，恁是听到比三声闪两摆的，请举手。正确的答案就是比三声甲闪两摆。啊，有一寡人呢，因会听到比两声闪两摆，啊，咱可能遮无啦，但是可能就有人听到安尼。啊，这咧就是你的听觉受到你的视觉影响，所以你才会听唔对去。那是有人看到闪三摆，啊，听到比三声，迄就是因为你的视觉受到听觉的影响。啊，好咧，加在啊，无人选 A 啦，因为 A 吼就代表你拢咧收等下的便当啦。好，我就到这结束啊！感谢大家陪我做伙试看卖顶悬的测感。